歡迎嚟到獨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1月28日Yahoo新聞。台灣男團 F4 成員朱孝天日前以個人身份喺廣東舉辦演唱會，期間一度哽咽落淚，事後對外表示係因為家中有親友去世，但係近日就傳出係因為票房不如預期啊。根據台灣媒體報道指出，朱孝天嘅個人巡演票房失利，並且已經宣布取消廣州場。而日前嘅廣東場票價係人民幣680蚊至到280蚊，但係現場就出現300折優惠，甚至有人民幣50蚊嘅晚鳥票可以入場，而可以容納近4000人嘅場館仍然顯得空蕩蕩。網路甚至流出現場爆料，指出歌手話唔到80%嘅入座率就唔開唱，所以後面都係25蚊或者免費進場㗎。